刘家昌，一个名字响彻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。他以其深情的创作和浑厚的歌声，塑造了一代人的音乐记忆。然而，在这位辉煌的歌手背后，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情感故事和内心的感慨。他的一生交织着音乐、婚姻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，成为华语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一、音乐的生命轨迹从普通少年到华语乐坛巨星。一、起步热爱音乐的少年。刘家昌1943年出生于哈尔滨，同年随家人迁居台湾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音乐成为他最热爱的避风港。自小耳濡目染，他对音乐展现出过人的天赋。青少年时期，他开始接触流行音乐，对西方的摇滚和爵士风格尤为着迷。二、崛起从幕后到幕前。刘家昌最初的音乐道路并不平坦，他并非一开始就成为台前的歌星，而是以幕后创作人的身份崭露头角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他凭借一首又一首动人心弦的歌曲，迅速成为华语音乐界的创作主力。他的作品如《往事只能回味》《梅花》是否成为经典，不仅在台湾地区流行，也跨越了语言与地域的界限，风靡港澳和东南亚。刘家昌的音乐以浓厚的抒情风格见长，既有对青春的怀念，也有对时代变迁的感慨，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灵。三、巅峰集歌手、作曲家与导演于一身。进入70年代，刘家昌的音乐事业达到巅峰。他不仅成为炙手可热的创作人，也开始站上舞台，以歌手的身份赢得广泛认可。他的声音充满磁性，带着浓浓的情感，完美诠释了自己创作的歌曲。此外，他还涉足影视，为多部电影担任音乐监制，甚至亲自指导影片，如《小城故事》和《海鸥飞处》。这些作品以温暖的人性关怀和动人的音乐主题赢得好评，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华语流行文化中的地位。二、婚姻的起伏，爱情与矛盾的交织。刘家昌的一生不仅因音乐熠熠生辉，他的婚姻生活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特别是他与珍珍的婚姻，更是一段既充满爱意又伴随风波的故事。一、初遇珍珍，才子佳人的相知。珍珍是20世纪70年代台湾电影的当红女星，凭借甜美的外貌和精湛的演技，在影坛占有重要地位。刘家昌与珍珍的相识，正是才子佳人的典型案例。据传，他们因电影《心》有千千街的合作结缘。刘家昌为电影创作了插曲，珍珍的清纯形象则让刘家昌心动不已。他们的恋情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，两人于1978年结婚，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这段婚姻被认为是因乐于影视的完美结合，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偶像。二、婚姻生活中的摩擦。然而，婚姻生活并非一帆风顺。珍珍与刘家昌两人性格迥异，生活习惯与事业重心的不同，逐渐让婚姻出现裂痕。珍珍是一位极为独立的女性，而刘家昌则有着传统的家庭观念，这种性格上的差异，导致双方在日常相处中时常出现矛盾。此外，刘家昌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幕后，专注于音乐创作与投资，而珍珍则在影坛活跃，这让夫妻二人的生活圈逐渐疏离。多年后，他们的婚姻虽未走向破裂，但彼此之间的隔阂成为外界议论的焦点。三、感慨人生，创作背后的内心世界。刘家昌在接受访谈时，常常提到人生的感慨。这些感慨不仅表现在他的音乐创作中，也渗透在他对婚姻、家庭与事业的反思中。一、对青春与岁月的怀念。刘家昌的音乐作品以怀旧情怀见长，这与他对逝去青春的感慨密切相关。歌曲《往事只能回味》中，他将青春的美好与不可逆转的时光描写得淋漓尽致。这首歌不仅是对个人经历的追忆，也承载了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，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。二、对爱情的矛盾心情。刘家昌的爱情观充满着深刻的矛盾，他既是多情的人，又是忠诚的伴侣。他在创作中常常描绘深刻的爱情困惑，这些情感来源于他自身的婚姻经历。他与珍珍的爱情既深厚又波折，让他在爱与责任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纠结。这种复杂的情感为他的音乐增添了真实与厚度。三、对家庭与责任的重视。
作为父亲，刘家昌对家庭的责任心始终如一。他与珍珍育有一子，尽管夫妻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完美，但他始终将家庭视为人生的重要支柱。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家人的感激与爱意，这也让外界看到他温暖而柔软的一面。4. 晚年的平静与追求。步入晚年后，刘家昌逐渐淡出公众视野，将生活的重心转向内心的沉淀与对艺术的追求。他开始享受更为简单的生活方式，时而接受媒体采访，回顾自己的音乐生涯与人生得失。1. 音乐的传承。即便身处晚年，他依然关注华语音乐的发展，对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寄予厚望。他曾说，音乐需要情感与灵魂，这是一代代人要传承的。他的一生是华语音乐从无到有、从单一到多元的缩影。2. 对人生的感悟。回顾一生，刘家昌总结出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。他认为人生充满起伏，但最重要的是拥有一颗感恩的心。他的这种态度不仅是对过往成就的自我认同，也是对未来未知旅程的坦然接受。5. 结语：刘家昌的音乐与人生。刘家昌的一生是音乐与情感交织的动人篇章。他用深情的旋律打动了几代人，也用真挚的情感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美好。他的婚姻、家庭与内心感慨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音乐巨匠的柔软与人性。刘家昌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是音乐还是人生，真正重要的不是一时的辉煌，而是如何用心对待每一段经历。即使岁月流逝，他的音乐与精神仍将永存于华语世界的记忆中。